你就都了解唔系我来做面，你就变做是菜嘅菜天，因为了解有火山，因为了解有火水。了解做的太厉害，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升了，轻声细语，轻轻踩踩，做的前面都一大丢戏。你就都了解我来做，你就变做是菜天，因为了解有火山，因为了解有火水。了解做的太厉害，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升了，轻声细语，轻轻踩踩，做的前面都一大丢戏。食饭啊！伊搁伫啉酒啊！哦，我看你实在哦。我要来过节唔靠雨。外口风雨遐大，你是伫啉酒去饭店去啦？卖啦卖啦！无啦，唔好啦，卖去啦！我明仔载嘛出状况就袂赴啊啦。明仔早起较早起就好啊啦，嘛正啦，我大卖去啦，水哦。哦，哎呀，我一定爱去。人即摆水门有无吼？但即摆有设迄个水门啦，有控制的啦，你免玩乐啦，外口遐危险啦。啊，你唔捌啦？哦，你唔捌啦？水啊！哦，风袂通啊，风会偏风啊。你莫墨鱼哦，外面雨那么大，墨鱼来你知？我整个推包啡。好啦好啦。莫，好，好啦，生意好，我生意就好哈。
院观察个几天，应该是没什么大碍。不过提醒他酒要少喝。哦，谢谢。先走。阿伟，礼拜真多请你啊，好大有你啊，系无真唔对样用的。客有无买，眼咩顺路顺路半路的，此路风雨暗太啊，上来转派出所，拄好可能亮啥？真案子说啊？唔是啦，错啊！五百案的北方落雨的，迄几片怎么弄？我们唔知，我叔就是拉去就照出来了，我听得出来啊。我们唔知我用的。好啦，下摆哦，即个甲生意做伙啊。是啦。来，食即碗鸡汤啊！袂啦，我袂晓啦。哈，啊，你啉酒就会饱。你唔知啦，毋是安尼。啉一寡酒，头壳就烧倒烧倒。啊，外口风雨遐大，搁走去果子园。来，啉一罐啦。袂啦，袂啦。我看啊，伫酒醉哦。啊，若毋是迄阿伟哦，甲恁两个家己囡仔叫转来哦，甲恁叫，我看即声哦，害个囡仔伫外口，啊，甲衫裤澹落落安尼。啉，食一罐啦，身体较紧恢复啦。等下啊食啦。我煞毋知啊，你搁伫想啥？又搁要想去几只园？迄较尖甲遐大粒，像伊遐是安尼遐大粒，我想要搁去。呵，细声的，我这嘛是为着丽君啊，伊要出国，咱伫看。安尼果子园即届收成遮好诶，介绍嘛拢讲好啊。啊，即马创啊安尼，毋免遐拍惊啦，哎哟，无一定咱明年诶收成会比即届较好。毋是安尼讲，但是你来看，嘛是丽君要出国嘛，这2年啊，我无紧传出来，哪会使？你免烦恼啦，你免烦恼。好啉无？苏无力根呢，比酒较好啉，你知无？你酒敢会使摕一寡较醉去咧？有啦嘛啦，伤少啦，拍数遮尼尔哦。我看头壳拢全酒精啊！你莫有护士知呢？等下来叫酒伊。叫做电池遐好啦。哦，会使哦。哎呦，那会袂使，好孙啊，来，我来甲伊讲。哎呦。好啦，知啦。过啉啦，酒过啉较济咧，啉一寡酒都有白伤。喂，小跳，找个小兔啊，哪有去了？喂，这边啊，小跳。
看，哇，哪尼啦？啊，这拢害了伊啊，拢无效伊啊！我变安尼啦。对哦，你创啥？我变规片嘛拢是今年拢无效去啊啦。起来，起来啦，来倒啊，这无用几年，这规个拢拍落去啊！这唔知影偌久才搁会使落。一两斤啊！我是讲我今年我就会使甲代志拢搁做好。较小心咧，拔到小心咧哦，嘿。这无效去啊啦！我昨我来看到安尼啊，今仔日真正搁较恐怖，规个拢拍去啊！你还好吧？你家还好吧？红牌啦，他们这是改个大门啊，超细致啦。我哦，迄菜园啦，比我园啊，冰水饮了啦。对啊，按总了同时咧工程，都算有热气的。那这条哦，那个讲我自然款的，我唔知做事人会辛苦。对啊，那足够好。这大位，对啊。来咧煮物件，种迄无诶，红芒本是唔当家。对哦，对啊。阿三哥，两个咯，无顺快啊？无啦，哦，敢有力度啦，图上乖乖，望来神转啦，试一下 V 3然后，睇势哦。三个真。是再 Q 的听听。所长啊，所长啊，所长啊，啊，你丢飞啊？啊，你脚有较好无？啊？有啦有啦，我甲你讲哦，我今日带这个来吼，都是即届风台受灾上严重的人，像伊啦。对啊对啊，我像我远啊规个即马地我规拢淹咧水内咧。即摆要拜托伊，紧甲这个贼仔抓着。你知影哦？即摆搁要落雨啊，迄毋知要害死偌济人哦。两个等咧填的迄喷水大枪枪咧，10个甲的去染网的哦。错啦，所长，这里哦，是铁到杀捉倒来啦，啊无枪啊害哦，我真危险呢。大家哦，听我讲啦吼，他是甲上心啊，哦，做对无？拜托，一定会抓着人的啦。拜托，好啦，好不？好。啊，去甲做嘿，去甲做个较唔安全啊，较艰苦啦吼。慢行啦，吼，慢行嘛。感谢李总。哦，我。所长啊，你有紧抓着迄个贼仔呢？无啦。你溜袂啊？你好好行啦。哦，会啦。组长，华语特报。来坐。我昨天打电话回去部落，电话都没有通。今天早上我问电信局，他们说交通已经被阻断了，然后抢修要好几天。然后呢？我在想，山上部落也算是我们的管辖范围嘛，那我是不是可以带一些部落的年轻人回去山上看一下状况？好啊，那你就跟他们一起上去看看。那排班的事情，就让我们其他人来分担就好了，我也会下去了。谢谢首长。不必谢我了。谢谢。这也是在我们管辖范围吧？啊。是。那个干粮啊、衣服啊、水啊，哦，都要记得带。是。那个手机跟无线电也带着嘛。好。哦，保持联络。好，谢谢首长。
怎么样？你有些东西，自己拿脚了。哎，法医，好久没有看到你们了。哎，法基啊，主啊，Kacau, kasinalan kami natin eh. Mafalio sina sila, tangay ko fali. Kau si Iraw kurung macim, ya, maura da, rumah materpet out kitiran rumah da ya. Oh canta, tangay canda aku power tu ya. 法基，那他们人有没有在里面？有啊，就是在里面，咱们的。Awak ko kilo maan mira, awak kakaanan nam kasinadan, ay pauri pa no na kunya ya, ayun. 我知道了，先把他们全部都集合起来好了。好，法基。Ano man ako ya, usali kaka umane, awak kabutian nila, awak kakaanan sa samanto. Kasinadan, anak ko, sa nukapin sa sumar, tahaging-ingat sa tukang matin. 你不乱哦？你不乱？唔是啊，但係點唔對阿毛說，人唔會餓死啦，人蠻胖會送。什麼？係唔識？驚唔識㗎？係喎。在他唔同班時間，注意什麼？我會分開離開，唔好說什麼。呢個關係愛。阿妹。啊？來空轉你啦？是啊，空冇啊。
过年人来见面，唔到唔着做嘛个，这天空这果子啊，拢歹呛呛嘞，拢唔去看，食材诶。哎妈，莫讲起啦，你心情歹啊，去饮水，唔闷咯，就好诶啦。啊，你这呐，你天朝饭也熟的吗？哦。饮茶。如果冇得出腳，我是1萬多啊，又可以做些啊。刚刚已经算过了，我们的食物跟水大概只可以再撑2天。如果明天雨还是一直下，路抢不通，车子上不来的话，我们可能后天就会断粮。我们联络一下山下的人，先送一些东西上来，可以吗？可以是可以，可是你要知道，路很危险，人力有限，我们不是只有几个人，我们有很多人，光是水就很重。那我们派直升机看看。先不要考虑这个有行政程序上的困难。我们只能够祷告明天不要下那么大的雨。老赵，我把我头搞得好好。妈，这是么哪里？啊？我们好我。还有多久？我们到我们好多，这是么哪里？你拽。一定啊。我就去看一下。小孩子出来。爱弟啦，嘿，哦，祝您啊，我也向阮前头吼，全部准备好势，也就等等啊，也个部主管通过了后吼，老钱飞过来，按你做的，嘿嘿嘿嘿，嘿呀，好，放心啦，也向的事情啊，我自家会处理啦，啊，好，哎。哎呦，大摆咗唔聽數冇人嚟講啦，嚇，係，係，哦，錯過，廿擺行情啊，只有200安尼本做得冇，嚇，啊，有拍牙身咪好，哦係啊，誒，好，誒，哎呦，伊叫我搶下啉酒了，你叫我過來，係，好，繼續安尼講聽了嚇，哦，好啊，好。排水好排水，哎，來，我也泡啊，哈，喺我也推動清優良嘅佛素茶，哎，來你試飲看啊，俺無窮啊，做生意啊，當阿沙里啦，哈，人家就話要做太慢嘅話，哈，還做得上個便宜，好，滚。这边情况很糟，自来水已经停了，电力供应也有问题，可以吃的东西不多，我们不能打猎。好，我知道状况，你请部落再撑一下，我尽量赶快想办法。那路况呢？197号道嘉武桥断了，我们是涉水进来的，不强通，东西出不去，你们会进不来。好，我知道了，你再撑一下哈。好，拜拜。收总。周总，上面状况很糟。你把这情况汇整一下哈，马上报。我们啊，尽量用自己的力量找一些资源，有多少就算多少。好。我去找李长博啊。
叔，哪样呢？哪有事情请？系啊，较唔对嘅，那要顾你。好，阿叔，阿叔，爱送东西去上方，唔去见去度。哪个东西见去到？上方嘅东西啊，爱救人嘅，唔应该拿掉吧？我谈唔算唔讲乜嘅啦，因為我度搶下錢係嘛，冇話用講嘅，阿叔。也今年你的總下要賺很多錢，一下有事情，多少拿出來，應該唔過分吧？你將手講嘅敗稿去到做好嘅呀，因為他也好。小攞出嚟。阿叔，唔知我哋呢度乜嘅？送白牛仔褲，唔穿啲錢。唔同佢講乜嘅？也按多年來。而家唔係冇拿到乜嘅好處，我冇拿乜嘅好處啊！早就講嘅，冇揸過飛錢嘅啦。叫拜，我哋用嚟死錢，又冇辦法。一下嘅本鋪嘅，仲係做警察，就冇做過啊！就算也冇用到一錢，但以前是，那你就到他嘅。再用嚟講，也係呢樣數。我冇喺攞唔講運動，又係喺無用嘅事情，係做警察，做定哪一度？唔知喺哪一度？唔同我出去，出去啊！應來應唔參射。嘅。還有冇？還有。還有哈。阿雄哥。等下等哈。禮拜吼，也省長最需要嘅就係錢，吼，然後救濟嘅東西啦，差不啦。也東西太一家就加減中意掉嘅嘛。係啊。也好就係錢啦。還有某個工作吼。唔過佢哋是講冇按夾噶，錯噶，係也所長也啲呀，也中央嗬撥錢下來，經過縣政府全部按時間咩，我打電話請求，唉，做起安尼啦。說對話，原來你也啲啫，聽你講吼，咱啲河頭吼，即救災河頭啊，加30萬呢。30萬哦。係啊，啊佫無何蝦米人哦，哦，這人有夠好心的啦。唔過30萬。還是無夠呢。哦，係啊，但是吼，哦，這個人真有好心啦。哦，好啦，我看安尼啦，係啊，人命較要緊啦，無將手吼兩下點的啦，看有乜個做得先辦上去嘅就盡量辦啦，好冇？該就拜託阿雄哥啊，該公司該片錢嘅事情，還係需要聽叔講一下啦。係啊，好，拜託拜託。好啦好啦，好，阿李條，阿無咱鬥陣。好好好。來呢，來，你做警察嘅人啊，當你讀到盡到複雜嘅人種事情啊，不過這是難免啦。因這家吼，
尽量变较单纯点，哦，莫很复杂。喂，小赵，车上的事情你可以不用担心了。怎么了？我有请阿伟送一些食物上去了，然后顺便探看一下那个道路损坏的情形。好在有你们，这边东西快吃完了。还有，甲午桥是对外唯一的道路，我真的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通。哎，不要想那么多啦，我们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然后再来一个一个想办法，好不好？伯恩，部落里的人会很感谢你。干嘛这样说呢？我帮你带小米走，我外婆家还有很多。好啊，那有什么问题？好啦，不要想太多啊，拜拜。阿 K， 阿义，还有兄弟姐妹们，请大家不要太担心。派出所那边已经答应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甲午桥修好，车子就可以通行了。他们也已经派人上来送东西给我们，还有县政府上面的长官都很关心我们，都很担心这边的状况。就算没有人理我们，我们都还有自己，还有我们自己组里面的人，还有上帝，还有主会关心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啊，我们伸手向你请求支援，我们伸手向你请求恩惠，我们伸手要求你应该赐予我们的所有的东西。然后过这边，拄了落嘿。哎，对了。捌拄了。过去哦，过去。哦呀。哦呀。哦，做得好。家乡的老吴讲的地标，蛮记得。应该做得啦，不是这样啦，没问题啊。有个事情动重要啊，不是讲笑啊。好啦。啊，礼拜上去啊，嘛要古拉斯给他就填好了。哦。迄讲有嘛个事情，填好就做啊。好。对哦。所长啊，我想向你去祝福啦。天时转变好诶，海路况迄嘛开始唔低，万一堵到迄落石坍方。安尼啊，也没问题啊。阿弟，唔迄硬唔是，但迄也把迄动一样。那又唔会讲呢？这个讲哦，了总风动作事情需要你天数啊。你讲唔留电下来，听说比还较好用的啦。情侣哦，虽然有较危险的，但是，但相信应该没问题啊。好。好啦，希望今天就好呀。啊。来，这点到嘞。好啦，阿弟，你这个生意。会啦，你都不会念呢，又不露太人呢。那平常时哦，本人呢讲了讲价，了摆会平安转来，好。好。哎，阿伟，你在做乜嘢？做去上空啊。万人讲做得去啊。嘛晓打电话回来，佢讲讲上空愈快抢抢的，古时候本来有撇头愈做得上上的。你用梯图标示就好的啊，若不用无线电，老夹着联络啦，做唔得去啦。上空的愈来变连松呢，做嘛个也做唔得上去啊？再个讲，上空就被模式咧，家早有迄眼来朋友有困难，也做唔得抢人，靠唔到用的。冇人用啊。不过
也没生意呢。迄讲来看你上风，唔免要嚟叫我，怎么？苏总，有一条路比较好啊。我知道做的是个那什么，所以的话，因为还没多，那条。哎，不行啦！现在住山上的路我们都不知道怎样，这样很危险呢。而且还几个人，我们搬不那么多东西吧？现在整个部落的人都在等我们送食物上去，再累也要试一下。哎，快点呐，快点呐！才搬几箱就腿软了。好，老板娘，我会加油一点的。这么多东西全部都是议员捐的，他说如果不够的话，还可以去他店里面搬。奇怪，他怎么突然变那么好？哎，这罐头超好吃的。哎，丽君啊，罐头不要了，把地方空出来摆其他东西。为什么？东西要用人背的嘛，比较轻又吃得饱才是重点，其他的等路开通我再送上去好吗？那我来背啊。你说什么？不要闹好不好？我背啊。好啦，丽君，最近大家很累，不要闹了啦。你先回去休息好了，我看我们有需要帮忙再请你帮忙。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呀？我跟你说，我在这边长大的，山上的路我比你更熟啊。菜鸟。你干嘛这样讲话？你的确是啊。丽君啊，我们去救人，不是去玩的。人命关天，你懂不懂啊？你不要像大小姐一样，好不好？该注意。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啦！为什么我讲话就是没人听啦？我跟你们说，我决定了，就算你们不要我去，我还是会一个人去的。你们做得到，我还是做得到。开玩笑的。丽君，哎呀，咩太小氣？你冇講你太小氣，做咩講一晚啊？哦，去他吉安等於冇限啦，冇信號啊。就提醒我自己講法。也咩沒意思啦。真正想去上山哈。上啊，你仲辛苦哦。可能顧唔到我。咁晒你過嚟啊！我知道咩教呀？好啦，人去同交生嚟講。我應該上夫啦，再嚟都唔得。你聽講我再過埋嚟哦，咁真係想炒哦。唔知有咩嘿？愛哦，亂好叫，從細亂嚟，心地安烈。好啦，好啦，再見。哎，獨立你手殘啊？佢做在噴水。佢呢？咁唔做得啦。哎，我想噴你要睇數噴你嘅技術好冇？你已經講得冇唔錯啦，也比輕人嘅孤雄呢。我會注意啊，做埋見哦。奇怪嘅，也比個細毛嘅，用按拐子看。哎，你們來說區域調查後哎，不要先調都好哎。好啊。因行做了哦，用記報嘅資料誒，有空做咧實咧。好啊。看起來老李俊哦，感情以後係。係啊，從細傾到大啊，
是哦，身体轻啲啦，不然去迄无可能的。如风就用热的位啦，无退潮。你将来是要好去欣赏呢，小朋友要乖哦，不要闹。高啥？安这啊？阿伟啊，你生日好啦，来看电影启动时，冇问题啊。好啦，莫按啰嗦啊你，走开。哦，这菜老寿东讲唔是少啊。好，先行诶。啊，你群较慢调的啦。喂。好。咁我哋啊。阿三買電影，順豐入包。看谁没有？看这些，先这样哦。还谁你啊？先行诶。多谢。谁你哦？哦，有什么？医生你。来，坐点嘛。坐点。谢谢。冇两个啦吼。坐下来。来，俺来用天数啦。没事啊。充满要勉强咯，迄愈行按演的。有对你啦。对啦。安子谁哦？他生你啊？好。好哦。多点哦。大款哦，今晚补我拄了高压的啊，了伟哦。了伟乖乖的，当地唔惊的。你用的咯，因为无可能甲送来个路哦，全都短江江的啊。安压的，那我行下去哦，听说要当明显的。海甲要开的啊，休息下咪好的。还要小心一点哦。哦。哎，係些啊，啲銀行家蚊，摸下隻手好冇？哎，你用的咯？啊。哦呀，伊模拟这个讲你，安怎讲啊？廿天捌送来哦，变瓜惨的。用啊？好啊，都本人当作在山路处啊。啊？山路处哦？发生咩事情啊？这廿天捌来啊，请到去派出所来啊，只是搞咱请的，想讲面的不送来的，当面来去叫的还做手。哇！所以你是查税？你讲嘛啦？天数的啊，讲少的。
Ayo, sama nani ya? Sa kung naman kanan na mira, ada sa kutias mapiasa ini. 为什么？ Hai kan kasat ka manan. Pusing saya nanu kuapin kura kakak nenggira sama. Tumai rau sa itu nanti ni. Ayah ni. Kesini akan punya mari tengah tu kat mangai ni. 叫他们都先不要吃，都先不要吃。 Orang ni sok jaga kuman, patah jaga sama jaga kuman bukan lo. 不是 Fagi， 再吃下去大家都会生病。不行了 Fagi， 我跟他们讲，再吃下去大家都会生病，所以都先不要吃，我跟他们讲就好了。哎，啥都懂了。教授，现在这什么状况？欢迎。